担心，我们今天又来到这个祷告的时间。我们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得它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圣神。
变的信心，要创造新的前景，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各位年轻人，你有什么要感谢的吗？我们可以来这边，我们要感谢上帝。可能你看你自己，好像我没有什么，很卑微。但是今天，上帝要透过你，去影响一群这些儿童们。我们要来读一段的经文，在诗篇34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刚才那些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有这位上帝，他成为我们的帮助，他随时看顾我们。在你觉得害怕的时候，他成为你的勇气；在你不知道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他成为你的指引者；在你彷徨无助的时候，他陪伴你，他与你同在。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个疫情的当中，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你知道吗？上帝特别爱你，也让我们今年可以有实体的夏令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参与，你知道吗？这是你生命当中能够遇见他，能够更认识他，能够更领受他属天，就是从天上来的各样的智慧福气要降临在你的身上。我邀请大家，特别是线上的弟兄姐妹，开你的麦克风，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我们开始来赞美，来感谢这位上帝，他爱我们，他爱你，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慈爱跟生命的恩。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在今天你的特别的日子，你拣选我们每一个都是特别的，因为我们都是你用重价把你用你的爱来买我们，联合我们世界盼望的，这是一个你来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有盼望的人，让成为能够有方向的人，让成为有勇士的人，让成为能够得着这边自我的人。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寻求有永恒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造我们不是像傀儡，你造我们可以让我们有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意志。你造我们是为了要透过我们来祝福这个城市，祝福这个世界。你使用我们，不管我们男女老幼，在你的眼中，我们都是你是用宝贵的生命来赎回的。你来买回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盼望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在你眼中是你所看重的宝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无助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我们卑微自卑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告诉我们说，你是尊贵的，你是尊贵的。主，谢谢你，因为你看重我们，因为你来到世上，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你牺牲你的生命，就是因为你看重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今天你也透过这一些夏令营的活动，招聚了这些的社区的年轻的朋友，也要让他们有机会知道你看重他们，因为他们在你的眼中都是尊贵的，是你真的是精心来创造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因为都是你赐给我们，所以也让我们活出我们生命的价值。感谢主，也赐给这些年轻的朋友有活力，有方向，也有盼望。谢谢主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疫情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在实体在线上一起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主，总是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主你的应许永不改变。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做我们的敬拜。你用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让我在你的手心。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指引。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一起来唱。你永远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让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指引。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感觉美好与其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能hold住，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指引。我能hold住，我相信你旨意高通过你，感谢美好与其成就，我相信一切已经拜你。我们是神手中所造的人，是这么美好。但，亲爱的大家，我们今天觉得我们美好吗？或许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疑问。我的生命何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有很多 bug， 有很多我过不去的点，好像我生命中永远一直唱着那一首很衰的歌，怎么好像永远无法运转？就像我们的手机，就像我们的电脑，就像我们所用的东西，当我们不能再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到底创造这个机器、电脑、人的人，这个人他是怎么想？
或许我们用手机、用电脑的时候，我们有个最后的办法，叫做什么？4个字：重新开机。今天晚上我们也要重新开机。在等一下我们祷告当中，我们从上帝的这些给我们应许的话语，我们再一次到这神的面前，关掉我们自己原有所有对自己的评论，这些我们都不看，我们只看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他怎么样重新给我们机会，因为这一位上帝是给人重新再一次新的，就像重新开机一样哦。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他的话语这样说道。你看我手上这个就要重新开机。好，来，我们一起哦，来，请。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见到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就到上帝面前，你可以用你可以了解的，你怎么样，你心里所有的，我们都开口来跟我们的这位主，他都听得见。不管你有声音或没有声音的，就把你最糟的那一面告诉我们的主，他就要给你重新开心，你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们重新开口来祷告，线上的朋友也请你来开你的麦，我们大声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1、2、3，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我已经知道，主啊，原来我的不好，主啊，不是原来的不好，主啊，我真的不好，是可以，你来让我重新来前进，可以是你，主啊，我们再重新变好，可以创造我们的这个。谢谢你，你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主啊，你就爱我们，主啊，你就是要来救我们，主啊，你就是要来救我们到底，主啊，不管是什么人怎么说，主啊，你就是你来爱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听见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主啊，你已经为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救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给我重新再一次全新机会的主，谢谢你。过去已经过去，主啊，你自己的话语说，从今开始，从今天此时此刻，你给我一个新的，主啊，让我成为全新的人。谢谢你，让我能够有新的眼光，就看到过去的我自己。主啊，过去那个自己，主啊，你已经替代。主啊，那已经落在那个坏人的手中，已经落在那个定我们罪的人的手中。主啊，已经落在那个总是贬义我们、总是看不起我们的人的手中。主啊，我们奉主你的名，主啊，这些都断开。主啊，我们如今成为一个新的人。主啊，我们如今再一次在你的面前。主啊，从今天，从此时此刻开始，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主啊，你使我们抬得起头，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带领我们的主，没有任何一个坏人是可以来欺负我们的。主啊，因为你是公义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主，谢谢你，因着你爱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来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新的第一步。主，谢谢你应允我们。主啊，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够侵犯美好的旨意。我相信你是已高过我的，在这美好的时辰中，我相信神已经把
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会结出许多子女，这是生命的奇迹。不论在线上或现在正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需要奇迹吗？好，太大了。你的生命需要成长吗？你的生命需要改变吗？就像这个诗歌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落在地里，我们仍然是我们自己。可是我们有一天发现，原来只有我自己是不够的。我好像想要活出我自己，我好像很想要保留我自己，我很想保有我自己。可是当我越想要这样去做的时候，我更发现我非常的不够。我更发现，原来我在我心里面，我不满足，我没有办法达成许多我自己心里面的愿望，因为我很清楚知道，靠我自己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人说，
人的心在那个很神圣的地方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的，因为只有那位神圣的能够完全的来满足。所以当我们每次来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要祷告什么呢？在上个礼拜的讲道，不管是主日还周六都有说到，祷告直到事情发生。我们要去推，我们就只是去推，我们就在那里推，就在那里推。事情不一定会照我们想要的发生，而且很多时候事情不会照我们所祷告的发生，因为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祷告是为了要知道上帝对这件事情的心意，然后我们起来回应。就好像今天在我们现场有许多的年轻人，我们实体参与，我们透过回应，透过行动，成为我们祷告之后我所相信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的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邀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是你先为我们成为那一粒麦子，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牺牲当中，我们能够得着那个重新来过、重新得力、新的生命。谢谢你爱我们，在今天的晚上，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不只是能够为我自己祷告，我还能够为我所看见的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来祷告。无论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教堂、这间教会，还是在我属的这个整个世界，我都能够透过祷告来寻求你对我们的心意。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透过线上，透过实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邀请在我们实体的祷告者，我们可以依着同工的指引，在今天我们线上仍然会持续，那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会去到6楼的地方，有许多的祷告站，然后我们的同工会发下一张祷告卡，你可以在上面做集点。那我们现在实体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起立，然后我们的同工会引导我们到6楼的地方。那接下来的时间，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持续要来祷告。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的敏哲长老来带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国家是神所设立的，我们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们唯一可以为国家来做的，就是持续不断的为我们的国家，为台湾来祷告。无论弟兄姐妹，你在这个国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我相信，在你们的心中，仍然是爱这个国家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台湾，恳求神来保护、怜悯、看顾我们所居住的家园。特别要求神来赐下智慧，赐下能力，给我们的总统跟执政团队，让这些执政者他们都能够谦卑悔改，来归向神。唯有这样，神才能赐福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也要为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各样的局势，目前的疫情，以及我们受到对岸中国武力以及经济的一个危机压力，
我们要求神来掌权在这当中，让我们的执政者也能够在这当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另外，我们要求神来带领我们的国家，能够在目前所面临疫情这样的危机之下，我们的执政团队有智慧来运用所有的资源，包含我们的外交、内政、国防、防疫，以及我们国家的医疗团队等等。求神掌权在这当中，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所选出的这些公职人员，我们即将在年底要来进行选举，求神来除去这些暴力、黑金，让这一切都没有在我们的选举当中来出现，而是能选出合神心意、愿意为国家、为人民谋福利的这些公职人员。求神来掌权在这当中。最后，我们也要求神以他的平安跟喜乐来代替我们台湾人民心中的恐惧、忧愁以及压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是在线上，或者是在实体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要向我们的神来呼求，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因此，在这个时刻，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为我们的国家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从我们台湾上这个你看到我们台湾虽然经历非常患难跟危机，虽然在国际当中没有地位，但是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你看过我们台湾的同胞，向你福音从此放上我们台湾当中，愿意让我们台湾成为真正自由的国家。也求神的公义、怜悯、彰显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也祈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执政者愿意付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国家。神你的盼望在我们当中，赏赐丰盛恩典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特别主，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台湾的主，你掌权在这地。主，我们要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这块土地来祷告。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执政者，以及我们所有国家的执政团队，在面临目前种种的压力跟危机当中，祝你的平安，祝你的盼望，就赐给我们的执政团队，让他们有信心来依靠主，带领我们台湾的同胞向前来迈进，无畏这疫情的严峻压力。主，虽然我们看到每天仍然有这么多的确诊者，有人因着疫情而离开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特别与这些有病痛的，求主你怜悯医治，让他们真正在神的里面看见希望。特别求神带领我们的执政团队，能够有智慧来运用国家所有的资源，带
带领我们的百姓能够走出阴霾，能够迈向信心之路，迈向神你所赐的恩典之路。主特别求主你来带领，在今年年底我们的公职人员的选举，求主你的公义彰显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让我们的人民都能够选出真正为国家、为百姓谋福利的这些公职人员，愿意付出心力，也愿意为了台湾一起向神来祷告，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祝你赐下盼望，赐下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当中，也求神你的恩典继续来看顾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唯一就是来仰望主你。求神你让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都能够有信心来跟随主，将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主，让我们的国家得着主的恩典的眷顾。我们要宣告，主你要掌权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当中，帮助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国家社会能够因此繁荣，人民能够和乐，有神你的爱居住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国际情势来守望祷告。我们看到乌俄战争持续不断，也真的是求主掌权看顾在这两个这两个国家的百姓，也保守全球可以有和平。为此我们来线上祷告。我们也要为着不久前发生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的事件，我们要为此来向神来祈求神的公义临到我们，也真的是看顾我们生命的脆弱，还有我们的罪行，求主来赦免我们。也要为斯里兰卡国家破产所带来的恐慌、危险、缺乏，求主保守、怜悯这些百姓能够经历平安，能够找到出路。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因为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不是只有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而已，每一个国与国之间都是有连结的，我们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我们也要为着我们所知道的国家的需要，别的国家的需要，他们的缺乏，他们的困境，我们也要向神来线上祷告，求主的公义、怜悯都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向你来献上祷告，求主你掌权看顾在地球上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民。主啊，都求主你的公义、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临到，在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遇到有经济上的状况、政治上的状况、教育上的状况，
生活上的状况，各样的状况，主啊，都求主你的圣手扶持、保守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这当中能够彼此守望，能够透过祷告与主你连结。主啊，我们就来经历你在这困境当中所要带领我们去看见的，在这困境当中你要带领我们去领受的，在这困境当中你要带领我们向主你来悔改的，在这困境当中你要带领我们成长的。主啊，求主你保守看顾，无论是在斯里兰卡，无论是在俄罗斯，无论是在乌克兰，无论是在日本，甚至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在他们的需要上面，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成为能够为国家、为各国代祷的守望者。我们就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祷告，也在这当中来经历。主啊，当我们为着我们所看见的需要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要在这当中来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就要临到，你的手就要行神奇的事在这当中，你就要带领我们看见，透过你的眼光看见你所要带领我们在这当中去学习、去经历、去突破、去成长的。也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所看见的这几个国家的需要，纪念我们的祷告，也纪念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来经历你的福音，经历你的恩典，透过你来经历他们生命的更新。主要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他们的代祷者，成为他们的守望者。感谢赞美你，很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为医护跟防疫人员来祷告，因为在疫情当中，他们是看不见的那个英雄，他们是在第一线。我们一起开口来为几件事情。第一个，在疲乏当中，他们重新得力，在这个染疫高风险下，有一个防护安全、医疗各方面的短缺，恳求主释放他们内在跟外在的压力，请求主给他们力量。主，我们同心同声来开口，来为防疫人员来祷告。我们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防护者。主啊，你知道你拣选这一批医护人员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成为他们的保护者。主啊，在那些疲乏无力的时候，主啊，你使他们能够得力。主啊，你使他们重新来得力。主啊，在这个风险高的情况下，主啊，你成为他们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成为这些医护人员的主。主，我们谢谢。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疫情之中，主啊，你选一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医护人员，主啊，你知道他们的辛苦，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主啊，你纪念他们，主啊，你给他们力量。主啊，在这样子的危险当中，你成为他们的保护网。主啊，你成为他们家庭的保护网。主啊，你成为他们的主。谢谢你，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为着疫情受到冲击的经济这些的人民，还有这些的商店，我们为特别在当中，可能也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来祝福，让他们脱离缺乏，让他们脱离在经济的困顿。他们脱离可能面对疫情所带来的这些的生意的影响，我们恳求主来帮助他们，在不断的变化这个疫情，不管是这变种的病毒，我们恳求上帝给我们有从上帝来的智慧、平安跟信心，特别也求主来为他们预备所需要的，在疫情的当中，他们可以有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转机，因为危机就是转机。我们要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你知道的这些的店家为他们来祝福为我们邻舍这些的店家也来祝福。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怜悯，说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当中，说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有限。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您的供应，求您赐给这些的店家，他们在他们的生意、他们的运转、他们在他们的行销，奉里面的祝福，不受这些病毒疫情的影响。主，我们奉里面来到天父圣人宝座面前，特别是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的亲戚朋友，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旁边这一些的店家，为他们来祝福。确实，这一些疫情带来好多的冲击，客人减少，收入减少，他们面临生存的危机。主，我奉你名来祝福这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开店的、公司的，求你帮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限制之下，他们能够有研发创新，有新的行销的方法，也祝他们在这样的危机当中成为他们一个转机。奉你名来祝福，让所有的店家慢慢在恢复过去的荣景，也让他们知道如何在运转的过程当中配合防疫，配合这样的一个清洁。愿你赐福，因为这样的一个危机可以带来他们在整个营运，在未来的一个看见他们有新的方向、新的转机。奉你们来祝福，让他们更有信心、盼望，能够面对未来。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继续要来祷告，我们要为确诊者的家庭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人是确诊过的吗？我们不仅是要为我们在这疫情开始的时候，台湾一开始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后来我们看见，不管是现在的这个每一天的病例，或者是在确诊之后有许多的副作用，我们要为这些确诊者跟他们的家属的关系还有健康恢复来祷告，也赏赐给这些前线的防疫人员，还有这些在管控的这些医护人员有智慧来面对一切的难关，有够用的体力。我们特别要为确诊者的家庭来祷告，受到许多的影响，特别是健康上。我们在这个时候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来祷告。你是最大的医生，主啊，你有医治的权柄，你让每一个经历到确诊的、正在隔离的，或者是身体有病痛却受到这个疫情威胁的，主啊，恳求主你的医治临到他们的身上，主啊，临到你百姓、你儿女的身上。特别是我们面对到这个确诊之后，仍然有许多的不适，有许多的后遗症，甚至我们听到像这个 MIS-C 或是 MIS-A 的状况出现，又听到有变种病毒的时候，就我们恳求主你的怜悯，恳求主你的医治跟你的防护就在我们当中，使我们经历到那从主全然更新的力量，全然恢复的医治。谢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更是为这些确诊者还有这些家属们来祷告，保护保守，特别在这疫情当中，在隔离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家庭的关系，还有这个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或是民生的问题，恳求主你都亲自来掌权。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要来为教会，教会就是教会我们很多事情的地方。教会就是被呼召、被叫来聚集在一起，我们彼此来学习，彼此来成长，我们彼此来磨亮。教会就是家，教会就是安全的地方，教会就是一个训练场，教会就是一个医院。如果你需要被医治，在教会这个地方，我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教会就是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的灵命更新，也为我们疫情之后的牧养，要为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工程、
在中方，我们为我们能够一起来祷告建立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的儿少亲，现在正在这里现场的儿少亲，我们都成为领袖，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人，也为今天早上我们的阿卡贝的品格夏令营，暑假我们有非常多的活动，为的是使年轻人在这里能够经历我是有价值的，在这里经历我有一个独特的任务，是我活下去的意义，是我活得起劲，好不好？我们重新来为这个教会来祷告，线上跟现场，我们重新开口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1、2、3，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召集我们一起在这里。主啊，在这里是奉你的名设立的迦南基督教堂教会。主啊，在这里是何等的美好！因为主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真心敞开我们自己。主啊，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遇见你。主啊，因为你是这一位，主你爱我们的主。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在我们还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主啊，你就喜欢我们。主啊，在我们还不知道你是我们的道路，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很害怕、很恐惧的时候，主啊，在这里你就是我们能够得安全。谢谢你，主啊，你来激励我们，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来提升我们，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谢谢主，你爱我们，主啊，你在这里设立，主啊，一群人，你呼召的一群人，我们一起要在这里来经历你。主，你是我们一家之主，主啊，这个家是安全的，这个家是让我们能够放心来成长，让我们能够来探索，让我们能够经历那个错误。主啊，唯有在家里面，我们犯了错，主，我们勇敢说，主，我错了。主，你要给我们重新机会，主啊，你也要锻炼我们，主啊，使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亮起来。主啊，我们不是别人所看的眼中这个不可取的，主啊，我们在你的眼中是如此的宝贵，是唯一，是珍贵的。主啊，因为你有一个独特的秘密，那个使命是要我们完成的，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主你爱我们，我们活着为了爱你生我们，主啊，为了我们一生可以来敬拜你，主啊，你让我们还活在这世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谢谢你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经历那个美好，因为你是这位美好的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来守望这个城市哦，年轻人，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为你的组员，你所带领的这些小朋友，你认识他们的名字，你知道他们的状况，可能有一些在咳嗽或是不舒服的，我们成为守望者，就是守望者这样子来看顾他们，你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明天来很平安，为他们明天来很快乐，为他们明天来在这边可以有很好的互动。所以你成为这个守望者，跟上帝打开你的眼睛哦，去看到这些小朋友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也求上帝来打开我们的眼光，知道我们的社区邻舍，或者是你要带领的这些朋友，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也恳求上帝给我们有满满的爱，来爱这个城市，爱你所设定的人。我们奉主名，特别是来看顾这些你要祝福他们的人，把一些负面的这些不好的想法，奉耶稣名来命令除去。你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守望。我要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好吗？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1、2、3，开你的口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打开我们属灵眼光，主也让这些年轻人看见他们的需要，奉你名来为这些年轻人需要，他们内在的需要，他们轻看他们的恩赐，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主，我奉你名来祝福这些年轻人，他们可以成为这些儿童的榜样，他们可以来祝福这些儿童，他们知道这些儿童的需要，在明天、在后天，奉你名来祝福，让成为这些孩子的守望者，祝福他们。谢谢主，随你随听。
谢谢主耶稣，召集我们成为这世代的一个守望者。守望者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我们依然警醒，没有睡着。我们来查看这个世代的需要。感谢主，使用这些年轻人，在这次的夏令营，他们好像成为一个守护者一样。他们知道这些小朋友的状况，知道这些小朋友的需要。我相信透过他们为他们祝福的时候，主要让这些小朋友他们可以开放自己，可以更活泼，不会畏缩，让他们在明天来说，当这些年轻人为这些儿童在祝福祷告的时候，他明天来就充满活力，充满盼望，也能够配合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按照规定，按照营规，主，我奉你们的祝福，让这些年轻人有信心，因为他们也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使用他们。当他们开口的时候，你要垂听他们的祷告，因为是垂听人祷告的神。谢谢主，也垂听我们在向这个世代在守望祷告的这些的事项，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怜悯我们的祷告，也让你的恩典福气降下来，充满在我们，透过我们成为一个施恩管道来祝福我们所守望的人，守望的地点。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站立起来，我们要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让我们领受从上帝来不动摇的信心，我们一起来唱。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那手拉住我，手束住我心中所有的怀疑，荒野之中紧紧的追逐我主，海浪之中我的不住。夜之中，我给你不平衡，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在。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你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让我们再一次来跳舞好吗？预备好了吗？线上的朋友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跳舞哦。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抽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荒野之中紧紧的追逐我主，海浪之中我并不伤痛，荒野之中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患难之中我仍然在，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里的信心，刚强壮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成长。一起来说，我的祷告，无论做什么，只要
只要相信，都遇得到。爱让之中，我并不害怕。考验之中，我并不迷路。不退缩，不害怕，不动摇，不放弃。我相信你一起会改变。昏暗之中，我仍然在。我之中，我仍然到达。你在谁的信心，刚想放的前进，我一生期待前面为我站在。哈利路亚！我们要掌声，然后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在困境当中，我们依然能够赞美；在疑惑当中，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主，谢谢你今天召集我们，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你特别拣选我们在这边，不管是在线上，或者在现场，特别这一批年轻人，你要让他们在生命当中遇见你。今天晚上，可能是他们一生遇见你很重要的一个契机。今天晚上，是他们能够面对他们的自我，面对他们的困境，因为有主与他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就是与他们同在的主，帮助他们除掉他们内在的惧怕，除掉他们可能过去他们没办法去面对的。主，我奉你名捆绑一切在他们内在让他们没有自信，让他们畏畏缩缩，让他们恐惧的这些完全的从他们的生命离开。你要赐给他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你要赐给他们是一个足够的信心，你要赐给他们是一个永恒的盼望。谢谢耶稣，赐给这些年轻人美好的未来，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即使在困境当中依然感恩，依然赞美。谢谢耶稣，我们将我们所祷告所求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用信心来相信你是那应许成就的主。谢谢主，愿你的恩典、慈爱、怜悯充满在我们当中，特别在这一群年轻人的身上，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跟你的旁边说：上帝爱你，上帝赐福你，爱你，上帝赐福你。请坐。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到这边啊，愿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如果线上弟兄姐妹你可以留下来，也可以在线上啊，我们有 RPG， 就是一同同心祷告的时